大家好，今日係5月26號，咁就星期一。咁本來咧上星期咧都想喺星期四或者星期五咧就拍多一個每週嘅一個 YouTube 嘅，不過咧就真係冇乜新嘅點子。咁我諗住等下特朗普咧有冇嘢搞啦，係咪啊？咁啊 over the weekend 咧就真係有喎。咁上個星期五咧佢就失驚無神咧，咁就喺嗰個 Twitter 嗰度咧就話咧。對於而家美國同歐洲嗰個關稅嗰個商討咧，就好唔耐煩，咁咧就要加佢哋咧，就由6月1號開始咧，就加佢哋50%嗰個關稅，咁啊當堂咧就嚇到大家咧，以為佢發神經，好啦，咁跟住咧就好快啦，咁就2日後啦，咁佢又話：咦唔係喎，歐洲嗰邊咧就好似個態度幾好喎，想同大家傾下喎，咁咧就將嗰個咁樣嘅6月1號嗰個日子咧，就褪遲去到7月9號。先至加嗰50%關稅。咁如果大家即係經過咗呢2-3個月咧，知道阿特朗普個玩法咧，咁對於個關稅戰咧，其實大家應該心入邊咧有個底㗎啦。因為點解咧？佢呢種咧都係點樣叫做欺壓啊，跟住咧就拋一啲咧就可能係 impossible 嘅一啲即係冇辦法做得到嘅一啲咁嘅 target，跟住咧慢慢咧就逼你埋台傾，或者你態度軟化咧，佢就話你真係乖啦 ，good boy 咁啊，跟住咧又同你傾下啦。咁 exactly 就係而家嗰個咁嘅操作。咁所以個市場咧就好快咧就喺今日星期一咧就開始咧就覺得其實佢都係咁嘅啫。咁開始咧又俾咗 calm down 咗。咁咧就我見到今朝翻嚟睇Bloomberg 同埋其他啲分析報告咧，就話咧嗰個環球股市咧應該就會升嘅，因為咧大家就喺個驚嚇之中咧，突然間又覺得其實都係不外乎如是啫咁樣好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就佢呢個咁樣嘅操作咧，即係 on and off， 其實喺佢之前俾出嚟嗰90日。即係同大部分嘅呢個貿易夥伴嗰個寬限期啦，甚至乎喺較早之前同中國傾嗰個90日咧，咁其實一模一樣嘅啫。好啦，咁即係話咧，佢周不時咧就會喺呢啲時間咧就可能覺得個進度慢，或者佢唔高興，咁佢就講一句嘢出嚟，又逼你埋台，跟住咧又再傾下咁好啦。咁其實而家整體嚟講咧，個關稅戰去到呢一度咧，咁基本上咧，我諗就會喺即係嗰個期限寬鬆期到嘅時候咧，應該大部分咧都傾得到，即係話嗰個方案出嚟。咁而呢個方案咧，肯定係比佢之前喺白宮攞出嚟嗰個咁樣嘅餐單咧，即係 Today Special 嗰啲啦，咁啊跟住咧就應該係咧會減少咗啲嘅。咁對中國嚟講咧，其實咧就傾到就話大約嗰個未來嘅關稅咧。極大可能就係30到50% 之間啦。好啦，咁無論係邊個結果咧，即係我哋之前都講咗好多次咧，就係咧個關稅咧就唔會去翻呢個 Covid 之前嗰個所謂叫做零關稅啊，或者咧係比較一個叫做寬鬆嘅情況，因為佢唔容許啊嘛，佢覺得呢個係揾佢着數，咁佢一定係會朝住佢自己嘅目標咧就去做嘅時候咧，咁如果佢喺關稅戰呢度有所讓步嘅話咧。咁佢喺邊度攞翻着數咧？咁睇翻今日咧就嗰啲消息咧，咁我哋自己咧喺前個星期咧都講咗咧，就話嗰個亞洲貨幣升值。咁講完點咧？咁其實言下之意都係話咧，嗰個關稅戰嘅第二階段，嗰個用貨幣嘅匯率嚟到咧。補償翻美國喺傾談之中嘅讓步咧，而令到美國最終係攞到佢所要嘅嘢。美國重新強大，製造業回歸本土，跟住咧就呢啲叫不平等嘅貿易協議咧，就會咧就逐步咧其實就會即係令到美國咧就可以咧就恢復翻過嚟嘅時候咧，咁乜嘢係佢個所用嘅手段咧？關稅嗰度如果加唔到佢之前講嗰啲咁離譜嘅一個百分比咧，咁喺邊度做到咧？匯率係啦，咁所以咧正式咧，其實咧就會喺呢個關稅戰咧就換咗陣地㗎啦，就開始咧就進入呢個叫貨幣戰一個階段。而今日我睇到所有嘅亞洲貨幣，包括日元，咁喺之前咧其實咧就曾經咧就跌到落去140，咁啊2-3個禮拜之前啦，跌到落去呢個 Dollar Yen 跌到落140，跟住咧。就隨住特朗普同中國嗰個關稅有得傾咧，咁好快咧嗰個 yen 咧就繼續回弱啦，就最高咧就Dollar Yen上翻到148，咁今日咧就落翻去14260，咁其實唔係淨係 yen 嘅喎，你如果得閒有時間咧，你攞晒所有啲亞洲貨幣出嚟睇咧，包括我哋喺上一輯嗰度講到啦，新台幣呢個 Malaysian Ringgit 馬來西亞呢個零吉，南韓華到今日咧菲律賓 peso，全部咧都係咧。
去翻呢個2023年即係個最強嘅時候咧，亦都雖然你話喺過去呢5年嚟睇咧，而家唔係呢啲亞洲貨幣最強，不過咧嗰個 trend 個勢頭咧係全部去晒一邊嘅。好啦，咁如果你話亞洲貨幣其實就冇乜特別喎，可能都係因為要被逼就範咁，所以咧佢哋自己咧就可能升一啲先升定啲咧。咁你睇下啲主要貨幣啦，歐元今日都1.14，咁個英鎊咧都去翻1.35嗰啲位啦。咁咧其實咧主要貨幣都陸陸續續咧，其實咧係開始咧對美元咧係轉強，包括較早之前減咗息嘅澳洲紙啦，同埋呢個加元啦，咁其實而家都係咧相對地處於一個叫3年最強嘅位啦。咁所以咧所有貨幣即係話喺美元嘅對立面嘅咧貨幣咧，全部都升晒嘅。好啦，咁即係美元呢個弱勢咧，其實咧就係全面性嘅。咁如果你覺得個匯率咁可能都係升升跌跌冇乜所謂啦，咁其實由呢個美匯指數咧，今年年初喺108個平咧，去到今日咧98.8咧，咁其實呢一個回落幅度咧都接近咧就8.5%。咁如果以一隻主要貨幣嚟講咧，咁我哋都講過咧，如果1年之內美金對其他貨幣如果係貶值10%咧，其實一個幅度都幾大下嘅。咁當然啦，喺嗰個過程入邊咧，佢就唔會一日跌晒落去嘅，咁一定係反反覆覆啊，有升有跌啊，來來回回咧。咁但係如果係咁樣講咧，整體嚟講喺未來呢2-3年咧，如果呢個美金對其他貨幣係可以貶值到20幾到30%甚至乎更高咧，咁之前我哋講話美國喺個關稅嗰度讓步嗰啲咁樣嘅叫失去嘅嘢咧，佢就會喺呢個匯率嗰度咧就攞翻嚟。咁大家就可能會，因為 over the weekend 都好多朋友不斷問啦，喂，咁我係咪仲要揸美金啊？我揸住港紙會點啊？其實咧就之前我哋都講過啦，港紙同美金係掛鈎嘅，咁所以咧，即使個美金係即係其他貨幣轉強咧，咁港元作為亞洲貨幣嘅一種咧，其實你升極咧都係7.75嘅啫，咁嗰度咧同而家呢個7.82比咧，俾你再升多一次咧，你都係賺咗 1%。咁但係亞洲貨幣咧，如果佢繼續轉強咧，咁其實對美金嚟講就可能唔係只升 1% 喎，可能最終去到年底，可能對美金升值可能10%、10幾都會有嘅。好啦，咁呢個係講緊1年嘅啫，或者去到年底，咁出年2026年咧又再跌過美金。好啦，咁其實咧唔係話淨係個匯率嗰度咧，你可以睇到呢樣嘢嘅。咁你見到咧，其實咧就喺而家個債券市場嗰度咧，咁之前咧就我哋都講過咧，就個美債長息咧，其實咧就一路升啊，即係喺聯儲局減息嘅環境之下，佢都升喎。咁其實咧係代表住咩嘢咧？咁可能你話因為通脹，咁所以咧嗰個債券嘅息率要高啲。如果唔係咧，個 risk premium 咧就唔足以引到咧嗰啲投資者咧就揸住啲美債。好啦，咁其實而家你睇到咧嗰個聯儲局喺最近嗰個態度咧，就因為佢哋都摸唔透或者係捉唔到，究竟特朗普喺加關稅同埋另一方面又要減稅嘅同時咧，究竟嗰盤數點樣計，同埋咧美國嗰個經濟會唔會真係咧會去衰退啊？定係覺得冇問題嘅個關稅嗰度咧，可以大家緩和到咧，就傾到咧就唔係話全部可能係抹面或者啲船唔出海唔運貨，唔係呢個情況。咁但係咧個市場係有一個 concern 就係咧，其實慢慢咧。嗰個美債嗰個表現咧，其實唔單單係反映咗嗰個通脹，而係反映咗大家對於個美元嗰個信心。如果你對個貨幣冇信心嘅，你都唔會買美股，亦都唔會買美債啦，係咪先？好啦，咁你睇翻今時今日咧，喺呢個亞洲市場嚟講咧，咁上一次我哋都講到啦，個台幣轉強咧，而令到好多台灣嘅保險公司揸咗一啲海外資產，其中大部分我相信都係美債嘅話咧，即係話有7000幾億嘅以上嘅一啲咁嘅叫外幣嘅資產咧，佢哋喺個帳面上咧，因為台幣升值咧係一個好大嘅損失嚟嘅。咁今日我又見到兩段消息喎，因為個 yen 咧開始由148咧就跌翻落142啦。咁咧今日咧就有一間咧就係呢個明治Yasuda 即係安田保險呢個明治安田保險咧就公布咗咧。佢哋咧間東京 base 嘅一間保險公司咧，因為嗰個日元升值，咁所以咧佢哋喺嗰個帳面上持有海外資產，咁其中應該大部分都係美金嘅債券咧，嗰度就有一個帳面嘅損失。咁咧由上一年咧，即係話喺上一個年度咧，個虧損個帳面虧損咧就1400億日元。
咁去到今日咧係13,800億，係升咗7倍。咁另外一間咧比較大啲規模咧就係 Nippon Insurance 咧，咁亦都話咧佢哋因為嗰個日元升值，因為就海外資產嗰度咧撥回帳嘅時候咧就有個損失咧，都有咗3倍嘅一個叫做帳面上嘅損失嗱。呢啲咁樣嘅數字咧，其實咧就如果加埋咁多間保險公司咧，個數就好大嘅。咁如果你話嗰個亞洲貨幣繼續升或者美金繼續跌咧，而令到佢哋持有呢啲海外資產嗰度帳面虧損一路越會多嘅時候咧，咁佢冇可能坐喺度坐以待斃嘅。咁佢一係就減磅，一係就咧就加速佢哋咧就可能係沽售海外資產就回流翻去本土嗰個市場嗰度啦。咁另一方面咧，嗰個日本嗰個債券市場咧，亦都出現咗同美元債券一樣嘅情況，就話咧佢哋咧嗰個長債息率咧升得好高。咁尤其是一啲叫做 super long， 即係話超長期嘅債券40年。咁咧其實而家咧就去到3.5%。咁譬如嗰啲30年嗰啲就3% 啊，20年咧就去到2.5% 啊咁樣嗱，10年嘅呢個日本嘅 JGB 咧都係講緊差唔多係1.5到1.6啦。咁對比個短息嗰度，佢係差唔多係叫做1.25啊、1.5嗰度咧。咁其實個長債息咧就上晒嘅，成條孳息曲線咧係 positive yield curve，就同呢個美元個債券咧其實好相似嘅。咁如果你講緊話嗰個債券市場咧係驚嗰個叫通脹嘅話咧，咁日本其實都係嘅，因為佢最近啱啱今日公布嗰個 CPI 咧最新係3.5%，咁但係佢嗰個短息咧就得個差唔多1厘半嗱，咁點搞咧？咁所以日本央行一定係要繼續做咩啊？加息同埋咧，佢要履行翻佢之前咧嗰個叫做退市個程序，即係話嗰個 QQT，即係話嗰個tapering 又好，或者叫 tightening 咧，就同之前嗰個 QE 咧係相反嘅。咁佢而家每一個季度咧就減少買債咧，就大約係4000億日元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佢長遠計咧要一路做落去，唔可以中間因為某啲情況咧突然之間又停頓啊，或者係叫唔做住啦，因為咁樣就會令到大家覺得咧，佢嗰個叫做財務嗰個 fiscal discipline 咧就唔得堅持。咁大家對於揸住日本債券咧個信心咧更加大減嘅。咁而家其實咧啲日本嘅保險公司本來一直以嚟咧都係咧就呢個JGB 債券嘅一個叫做大買家啦。咁但係而家因為佢哋咧就頭先講啦，佢成盤數帳面嗰度有 onshore 有 offshore 咧。咁如果 offshore 即係離岸嗰度佢係輸得咁慘咧，咁佢一定係咧冇乜能力咧就繼續咧就買多啲咧就話叫做本土嗰啲債券，因為本土嘅債券嘅債息上咧佢都會輸嘅。咁所以呢個係叫做一個即係黑洞，即係糖水滾糖，佢一路roll 落去咧，其實個雪球就越滾越大，個 loss 咧就越嚟越大嘅時候咧，咁令到佢哋咧叫做去買呢個叫做 JGB 嗰個債券嗰個動力咧，其實一定係會減少啦。咁嗱，咁如果呢個情況係持續嘅話，而加上個日元而家係去到14260啦，如果佢繼續轉強，達拉英跌穿140，去到137、136咧，咁其實佢進一步係指揮佢哋係加快個止損，即係話咧，即係海外啲資產啲債券要拋售啊，回歸翻嗰個本土嗰度咧，去到減少嗰個 potential loss 咧，咁呢個就會一個幾大嘅 issue 咧，就話咧呢個唔係短時間，淨係呢1-2日或者呢1-2個星期、呢1-2個月嘅事情，而係 ongoing喺長遠嚟講咧，佢哋都會咁做嘅時候咧，咁你會見到全球咧，即係喺呢個叫做關稅戰打到去而家啲轉跑道、轉陣地啦，去到打去貨幣戰嘅時候咧，而呢個貨幣戰咧，其實坦白講咧係啱啱開打嘅啫，咁即係話咧，其實佢會一路持續落去嘅，咁所以最終美金對其他主要貨幣喺嚟緊呢2-3年究竟會貶值幾多咧？咁呢個就可能係而家估計，咁我講就可能大約係20幾到30%啦，咁亦都可能會超過呢個嘅。咁因為如果你今年2025年，就算你而家叫做停手唔好搞啦，咁咧美金對主要貨幣都跌咗8.5%，咁可能全年計跌10%咧。咁2026年會唔會有一個情況就話翻轉頭咧美金升翻上嚟咧？咁我諗就嗰個情況就好難，因為咧喺好早之前我哋都講咧，呢個關稅戰咧扭轉晒而家全球嗰個貿易嗰個平衡嘅狀態啦。令到咧美國要急需要咧去 ratify 翻，即係叫做佢以特朗普嘅講法咧，就唔再俾人揾着數，要咧就將嗰啲咁樣嘅之前一啲咁嘅損失咧要補翻俾佢啦。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咁呢個關稅同埋咧即係叫做令到其他嘅貨幣升值咧，咁呢個都係佢一定會用嘅手段。咁同埋咧，大家可以睇翻咧，就喺最近即係日本同美國傾嗰個關稅嗰個談判嘅時候咧，3番4次咧。唔係淨係美國講，日本都有講嘅，就係咧，我哋冇傾到匯率，即係呢個議題咧就唔喺嗰個關稅談判入邊有講到嘅。咁點解佢要咁明顯咁着跡
去講呢件事咧？因為如果佢話包括咗呢個咁嘅匯率嘅問題都有討論翻嘅話咧，咁好自然大家就會聯想翻起1985年呢個廣場協議咧，日元升值嘅時候咧，令到佢陷入咗30年嘅通縮啊，亦都日本經濟咧係一蹶不振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敏感嘅一個議題啦。咁佢三番四次咁講，我就覺得可能係此地無銀三百兩啊。咁而日本個 case 亦都唔係一個獨立嘅個案嚟嘅，因為你睇而家對於美國有呢個叫貿易盈餘嘅國家咧，其實大部分咧都可能講係亞洲區國家。咁如果日元要升咧，成個一籃子亞洲貨幣其實都會升嘅。咁所以呢個其實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幾明顯嘅方向啦，就唔係話大家喺度諗緊咧就可能過一陣咧就冇事嘅，因為匯市升升跌跌，股市又升升跌跌啊嘛。咁但係如果債券市場即係出現咗頭先我講嗰種情況咧，咁呢個就會值得大家去即係叫做考慮一個比較中長期嗰個部署，即係話咧中長期個美元貶值而帶嚟嘅一啲結果係點樣咧？咁呢個好簡單，如果你引導翻嚟傳導翻嚟我哋香港呢邊嘅市民咧，我哋揸住港元咁，因為聯繫匯率其實變相等於美金。咁你話嗰個亞洲貨幣升值又冇我哋份嘅，因為你係卡死咗咧，就係最強都係775啦。咁你揸住啲港紙，咁你會覺得嗰個購買力係會即係長遠嚟計咧，喺未來呢幾年係會貶值，係會損失嘅。咁如果你話你好似最近咁樣講，特朗普又發神經咁啊，叫呢個哈佛大學咧就唔好收一啲國際生。咁所以咧，如果你啲仔女要去美國讀書，可能你都諗下，不如唔好去啦，轉跑道啦。咁啊去英國嘅話咧，咁你嗰個英鎊嘅學費啊，咁嗰啲可能都會喺嚟緊呢幾年咧，個英鎊匯率升咧，咁其實你都係俾多咗錢嘅。咁又或者短期之內，你呢個暑假會唔會去日本啊？或者會唔會去歐洲啊買歐羅咧？咁我建議咧就早啲換定啲現金，因為到時咧2-3個月之後咧，可能嗰個匯率比而家咧係更加貴。